啊，这首诗我就来吟唱，来献哦咱各位的支持者这董事长、董事以及着金门姐啊。玉质风雨拥大家，难心应是必先花，有金风雨亮辉如，优秀诗人实可夸。你的辛苦。咱感谢讲咱这方面，会当得到咱讲的这当时长以及来各位在座的贵宾来甲咱认真来甲咱听下，所以呢有今仔日这年好成绩感谢各位。